頭先嗰啲靚鏡頭咧，你哋應該見唔少。不過 behind the scene 咧，打仗咁嘅款咧，通常就好少俾你睇，因為咧清場咧永遠都係一個最麻煩嘅一環啊。除咗洗碗之外咧，即係個地下咧通常都仲係好污糟啊。咁不過呢啲粗重嘢咧，而家我就可以有個新幫手，就係我身邊呢部全新嘅洗地機械人 Ecofax D-Bot T80 Omni 啊。5個關於呢部 Ecofax D-Bot T80 Omni 洗地機械人嘅賣點。第一，滾筒活水洗地技術。吸塵機械人咧，我哋就聽得多，不過洗地講緊係洗地機械人咧，其實喺市面上咧就真係少之又少。因為煮嘢食咧，好多啲油漬污漬都會彈咗落地。咁如果你話淨係吸塵機械人咧，淨係可能吸到嗰啲蒜皮啊、麵粉啊等等啦。咁但係咧，嗰啲污漬就可能俾嗰啲嘅機器咧，就一路整到越嚟越污糟。咁所以有一部咁嘅洗地機械人咧，其實真係好幫到手噶。正所謂一噴二洗三刮四收，佢嘅滾筒 keep 住行濕嚟拖地，同埋每滾一轉都即刻洗走污漬，絕對唔會越拖越污糟。第二，16倍清潔下壓力，比起一啲傳統嘅雙圓盤型號咧，足足提高咗咧16倍嘅效果。1分鐘200轉，即係講緊有時可能沖咖啡唔小心滴咗落地啊，煮嘢食嗰啲豉油漬滴咗落地咧，乾咗都好啦，都難佢唔到，因為佢拖過嘅地方咧都肯定會好乾淨。噴頭會先噴濕滾筒抹布，再用每分鐘200轉嘅超高轉速，3700帕嘅高壓力帶走還夠。第三 True Edge Linkquick 2.0雙行貼邊技術，邊刷行貼邊加埋滾筒可以自動外擴貼邊，就算牆邊牆角咧有一啲嘅污漬啊垃圾咧，呢部機械人咧都可以處理得到。配合獨家 Ivory 3D 3.0機身鏡頭，加雙結構光 sensor， 牆邊轉角位絕對唔會抹漏，仲識避開地下雜物，無障礙清潔。仲有 Mini Detolf 高精密視覺組件，98mm 超薄機身，櫃底低矮空間都能夠出入自如，就算有地氈都識得10mm 自動抬升，上去幫手吸埋塵，唔整濕地氈。第四，活水循環，精準智能控水壓，精準控濕，唔似其他雙圓盤式拖地，即拖即乾零水印，咁就唔驚要等佢乾或者會跣親啦。第五 Zero Tangle 零前3.0氣旋梳齒防纏繞技術，佢升級咗嘅3V 氣旋防纏滾刷，先梳順後吸，同新嘅風刀防纏繞邊刷，幾長嘅頭髮、寵物毛，甚至髮菜啊、粟米鬚都唔驚卡住部機。有時想吸得再乾淨啲，防纏結構配合18000帕超強吸力，輕易吸走晒所有毛髮灰塵。當然極簡嘅設計放喺乜嘢風格嘅屋企都係咁啱睇啦。簡約但係智能嘅充電站，可以俾機械人清潔完之後返去充電，仲有2小時持續45度熱風邊刮邊烘乾，有效除菌。完成清潔後將污水倒走就可以㗎啦。跟機嘅抗菌塵袋同濾芯，再上官網買埋支專用清潔劑，就可以全方位抗菌，長達14天長效除菌抗菌防臭。除咗買餸煮飯洗碗之外啊，清潔地下嘅任務就梗係要揾翻部 Ecofax D-Bot T80 Omni 洗地機械人啦。